那时，在王舍大城中有一位太子，名叫阿舍氏。他听从了恶友毗婆达多的话，把自己的父亲频婆娑罗王囚禁，想要夺取王位。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关起来，封闭到黑暗的7重牢房去。你们所有人听好了，谁也不许接近他，不许给他任何食物，要严加看守，直到他丧命为止。就这样，阿舍氏太子登上了王位。他之所以会对待生父如此狠毒，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离奇姻缘。原来频婆娑罗王与王后迟迟没有孩子，使用各种方法却求而不得。直到一位占卜师告诉他，山中有位仙人，要等到3年后命终，那时他将会转生为王子。频婆娑罗王求子心切，要求仙人立刻舍命转生，遭到仙人拒绝后，焦急的国王竟然命人杀害了他。仙人死前预言说，转生后定会报仇。不久，王后便有了身孕。可是占卜师观察孩子出生后会对国王不利，频婆娑罗王一时恐惧，把刚出生的婴儿从高台丢下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婴儿除了小指蛇道，全身无伤。国王这才清醒过来，把王子抚养长大。从此外人都称呼太子为阿舍氏，意思是出生前就怀恨的人。毗婆达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才能唆使阿舍氏害父篡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一位是频婆娑罗王的王后，也就是阿舍氏的母亲，名叫韦提希。韦提希十分恭敬频婆娑罗王，为了使大王不致饿死，他每天将身体沐浴得干干净净，在皮肤上涂抹苏蜜和麦粉，在璎珞宝冠中盛满葡萄酱，悄悄地去贡献给频婆娑罗王。阿舍氏王的有令在先，抱歉，国太夫人，您请回吧。你看，我什么也没有带来，只是想看一看他，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？这样，
咦，这气味，好香啊！有谁是在吃东西吗？哦，你来了，真好。从这间牢房的窗户，正好可以遥见世尊说法的极毒绝山。频婆娑罗王得到韦提希偷偷带来的食物，逐渐恢复了生气。大木剑莲呐，你是我亲友，希望你兴发慈悲之心，来授予我八关斋戒。就这样，木剑莲尊者来到牢房给频婆娑罗王受戒。世尊还派富楼那尊者来为王说法。每天如此，一直经过了21天。频婆娑罗王吃了苏蜜和麦粉，又听闻了佛法，脸色变得更加祥和欢悦。什么？还有啊，沙弥木千年和富楼那也从空中飞过来为他讲经说法呢。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禁止啊！真是不可饶恕！我母亲是贼人，与那老贼一伙，杀了木剑莲他们都是恶人，只有幻惑咒术，你那恶王这么多天还不死，我今天先要了你的命！如来世尊呐，以前您常常让阿难来慰问我，我现在忧愁苦闷极了。世尊啊，您是如此威严得主，我不敢奢望能见到您，只愿您派遣木剑莲和阿难两位尊者来与我相见。
我前世是造了什么样的罪孽，才会生下如此的恶子？世尊，你又是以什么因缘，才会与提婆达多成为亲属？希望世尊能为我详细解说无忧愁、无烦恼的地方。我想往生到那里，不再眷念阎浮提浊恶的世界。在这五浊恶世，到处都是地狱、恶鬼和畜生，不善的事情比比皆是。但愿我未来转生的世界不再听到恶声，不再见到恶人。我现在向世尊五体投地，只求世尊哀怜，接受我的忏悔。唯愿佛法智慧如同日光一样照耀我，引导我观想清净的去处。世尊，这各种的佛国净土虽然都清净明洁，光明照耀，但是我只希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。唯愿世尊将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思维方法让我用心领受。听到韦提希的话，世尊露出了微笑，有五彩的光芒从佛口中放出，光芒穿过重重墙壁来到牢狱里，每一粒光芒都照耀在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上。那时频婆娑罗王虽被幽闭，可是心思见识并无障碍，他以心眼远远望见世尊五体投地的行礼，自然之中道行增进，成就了阿那含果位。你现在知道吗？阿弥陀佛离此地不远，你应当专心细念，仔细观想那西方极乐世界中用净业三福修持观想成就者。我现在为你详细宣说各种譬喻，也让未来世一切凡夫愿修净业的人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应当修习三种福德。第一种，孝顺供养父母，尊重服侍师长，心怀慈悲，不杀生灵，修习10种善业。第二种，受持三皈依，具足各种戒行成就，举止仪态不放逸。第三种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经典，劝修行人精进。这3件事名为净业。你现在知道吗？这3种业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3世诸佛的净业正因。仔细听着，仔仔细细地听着，好好的用心思量。我现在要为未来世的一切众生，为被烦恼束缚着的人们，宣说清净的善业。善哉，韦提希，你快就此事提问吧。阿难，你应该领受记住我所说的话，广泛为很多众生宣说。我现在
要教导韦提希以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。因为佛力加持的缘故，你们还将亲眼见到极乐世界的清净国土，就像手拿明镜看到自己的面貌一样清晰。当你们看到那里种种奇妙快乐的事情，心生欢喜，立刻就能证得无生法忍。你是凡夫，观想的心力薄弱，没有得到天眼神通，不能见到远方的境界。诸佛如来有特别的方便法门，可以帮助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世尊，像我现在依靠了佛力的缘故，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若佛灭度后，没有佛力可以依靠，诸终身浊恶不善，为五种苦恼所逼迫，要如何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？你和众生都应当专心系念于一处，观想西方极乐世界。怎样观想呢？凡能够思想的一切众生，不是出生就生亡的众生，都能见到太阳西下。当看到这一景象时，就应当升起想的念头，端正面向西方坐定，仔细地观想太阳将沉落之处，让心思集中专一而不散乱。看到太阳将落，形状就像悬挂在空中的鼓，不管闭眼或睁眼，都能看得清楚明白。这就是日想，名曰出观。接下来应当做水想，专想水的清澄洁净，心念毫不分散杂乱。已经见到了水，再想象水变成冰，这冰透明清澈，就像琉璃一样。琉璃观想成后，看到琉璃所成的大地内外映彻，地下有金刚7宝的金床作为支撑，每一宝中都放出500种颜色的光芒，这光芒像花又像星月，悬挂在虚空之中，合成一座光明的楼台。楼台之上有百宝合成的1000万座楼阁，楼台两边各有100亿花床和无数的乐器作为装饰。8种清风从光明中吹拂而出，演奏乐器，演说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妙法。这就是水想，名第2观。当水想成时，一一观想上述景物，都能清晰明白，不管闭眼还是睁眼，都能不吝散失。除了时时，其他时间都要意念此事。如此观想，名为初见极乐国地。如果能于定中见到西方极乐国土，粒粒分明，其殊胜无法说尽。这就是地想，名第3观。你受持熟记我的话，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想脱离苦海的人们说此观地法。若修行人能观想极乐国地，可除80亿劫生死之罪，舍身转世后必能往生到清净的佛国。可以放心，不要有什么疑惑。地想观成后，接下来观宝树，要一颗一颗的观想，还要观想一行一行的宝树排列得非常齐整，一重一重有7重之多，每一棵树高有8000由旬。这些宝树7宝花叶无不具足，诸
诸天童子逍遥自在地居住在花叶宫殿中，每一个童子都由500亿释迦毗棱迦摩尼宝作为璎珞，那摩尼宝光照百由旬，犹如100亿颗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合在一起。有大光明化成床幡和无量宝盖，在宝盖中映现3000大千世界的一切佛事，十方佛国都在宝盖中显现。见到这些树后，还要按次第一一观之，观想树茎、枝叶、花果皆令分明，这就是树想，名第4观。接下来要观想七宝池中的8功德水。极乐国土的8功德水池，水流之声细微神妙，演说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诸波罗蜜，继而又赞叹诸佛的容颜祥和，身相伟岸。从如意珠网中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百宝斑斓的鸟，鸟儿优雅地鸣叫，赞叹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就是8功德水响，名第5观。西方极乐世界由各种珍宝合成的国土，此土每一地界上有500亿宝楼，在这些楼阁中有无量天神在演奏伎乐，又有乐器悬挂在虚空之中，如同天宝床，不用弹奏而自然冥想。此观想成后，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、宝地、宝池，这是总观想，名第6观。你们要仔细地听，好好用心思考，我将为你们分别解说去除苦恼的方法，你们要受持熟记，广为大众分别解说。世尊，我现在因为得到您的佛力加持，才能见到阿弥陀佛及2位大菩萨，但未来众生怎样才能见到他们呢？遇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当起观想的念头，在七宝合成的地上观想莲花，在花台之上自然而有4柱宝床，每一宝床都好像100千亿座须弥山，床上的宝鬘如夜摩天宫，又有500亿微妙的宝珠作为装饰，宝珠有各种金色遍照极乐国土每一角落，处处变幻不定，显现种种异象，有的变为金刚台，有的变为珍珠网，有的变为五彩云，于10方面随意变现，施作佛事，这就是花作想，名第7观。如此妙花是法藏比丘愿力所成，若是想见阿弥陀佛，应当先修花作想，要如同在镜中见到自己的容颜一样清晰。修行此想成就者，能灭除500亿劫生死之罪，必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观想到这里，接下来应当观想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所以当你们的心观想佛时，这心即是佛的32相80种随行好，由心观想到佛，心便是佛。诸佛正遍知深广如海，都是从心想生，是故应当
一心细念，仔细地观想阿弥陀佛。此观想成时，阿弥陀佛和2位大菩萨像会大放金色光明，照耀在珠宝树上。每一棵树下都有3朵莲花，这些莲花上各有一佛2菩萨像，遍满整个极乐国土。这就是相想，名第8关。这样观想的修行者，消除了无量亿劫生死之罪，于现在世中就可得念佛3昧。此想观成后，下面应当观想阿弥陀佛的光明身相。阿难，你要知道，阿弥陀佛身如100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，佛身高达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眉间的白毫光右旋婉转，如五须弥山。佛眼如4大海水，清白分明，身上的毛孔都变化出光明来，如须弥山一般。阿弥陀佛顶上的圆光如100亿3千大千世界，在圆光中有1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身佛，每一尊化身佛同样也有无数化身菩萨作为他们的侍者。阿弥陀佛有84000相，每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好中又有84000光明，每一光明都遍照10方世界，摄持接受念佛众生而不舍弃。观想阿弥陀佛的方法，可从其中一种相好开始。比如只观想眉间白毫，直到完全清晰明了，能把眉间白毫观想清楚，那84000相好也自然显现。见到阿弥陀佛者，即见10方无量诸佛。由于得见了无量诸佛，诸佛即现前为他受记，这就是遍观一切色相，名第9关。若有一心一意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者，应当首先观想1丈6高的阿弥陀佛像，在7宝池水上。如先前所说，阿弥陀佛身量高大无边，非是凡夫心力所能及。然而借助阿弥陀佛夙愿力的帮助，有这样意想的人必得成就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哇，好亮啊！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接下来，世尊又解说了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9品，也就是9个阶级。上品上生者的情况是，若有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需要发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具足这3种发心者，必定可以往生极乐国土。此外，还有3种众生可以往生到那里：一者心怀慈悲，不杀生灵，严守各项戒律；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；三者修行6念，回向发愿，愿生彼国，据此功德1日乃至7日即得往生。上品中生者，不一定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，但能善解意趣，于第一义心不惊动，
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中品上生者，若有众生受持五戒，持八戒斋，修行诸戒，不造忤逆，无众过患，以此善根回向，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。中品中生者，若有众生或一日一夜持八戒斋，或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或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唯一无缺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中品下生者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此人将命终时，值遇善知识，为其广说阿弥陀佛的国土乐事，并告诉他法藏比丘的48大愿。听闻此事已，随即命终，如壮士手臂屈伸之间的短时间，即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下品上生者，或有众生虽不诽谤大乘经典，但造作各种恶业。如此一人造作了诸多恶业，却没有丝毫惭愧忏悔的意思。但他将要命终时，遇到善知识，为他说大乘12部经首题名字，以闻如是诸经名故，除去其千劫极重恶业。智者又教他合掌插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以此称佛名故，除去51劫生死之罪。下品中生者，或有众生毁犯五戒、八戒及具足戒，如此于人偷僧其物，到现前僧故，无尽说法，无有惭愧，造作恶业，不觉羞耻，反以为荣。如此罪人，以恶业故，应堕地狱，命亦终时，地狱众火一时俱至。在这危难时，遇到善知识，以大慈悲为他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，广赞彼佛光明神力，亦赞戒定慧解脱及解脱之见。此人闻已，除81劫生死之罪，地狱猛火化为清凉，风吹诸天花，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。如一念请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。经于6劫莲花开放，观世音大势至，以梵音声安慰彼人，为说大乘甚深经典。闻此法已，应时即发无上道心。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不善业，忤逆十恶，具诸不善。如此于人，以恶业故，因堕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这样的愚人，临命终时，遇到善知识，用各种方法安慰他，为他演说妙法，教他念佛。如果此人被痛苦折磨，无暇念佛，则应该告诉他：如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成无量寿佛。如是至心，令生不绝，具足10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以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除81劫生死之罪。命中之时，见金莲花犹如日轮筑其人前，如一念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于莲花中满12大劫，莲花放开，观世音大势至，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，除灭罪法。闻以欢喜，
应时即发菩提之心。世尊说到这里，韦提希与500侍女闻佛所说，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，得见佛身及二菩萨，心生欢喜，叹未曾有，豁然大悟，达到心安住不生不灭之境界。500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皆愿往生极乐净土。世尊全部为他们受记，皆当往生，生西方极乐国后，获得诸佛现前三昧，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。行此三昧者，现身得见阿弥陀佛及2位大菩萨。若善男子及善女人，但闻佛名、二菩萨名，除无量劫生死之罪，何况意念？阿难啊，你要好好记住我说的话，能够记住这些话，就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时，世尊脚踏虚空，回到了极都觉山。于是阿难再向诸大众转说上面佛所说的种种事情、景象、法。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后来被断绝饮食囚禁的频婆娑罗王去世了。阿舍世王即位以后，逐步吞并小国，威震四邻，建立了统一印度的基础大业。可到了佛陀晚年时，阿舍世王渐渐对过去的害父之罪生起了后悔懊恼心。这时他全身生出恶臭的烂疮，饱受身心痛苦的煎熬。名医奇婆拜见阿舍世王时，劝慰他说：虽然您犯下了人天不容的大罪，但惭愧的忏悔心可以救度您，因为佛陀曾这样说过：有2种善法能够救度众生，第一是惭，第二是愧。惭是自己不作恶，愧是不教他人作恶。惭是来自内心的羞耻，愧是发怒向人表白出来。惭是感觉对不起人，愧是感觉对不起天地良心。有智慧的人有2种，一种是不造罪业，一种是虽然造了罪业，但懂得要忏悔。愚人也有2种，一种是造了罪业，另一种是想要隐瞒覆藏罪业。奇婆告诉阿舍世王，慈悲的佛陀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不存在偏爱或憎恨，恳请他赶快去佛陀面前忏悔。可阿舍世王畏惧自己曾造下的种种罪恶，没有勇气去见佛陀。直到有一天，阿舍世，阿舍世啊，阿舍世，佛陀将要入灭了。
如果再不赶快到佛前忏悔，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佛陀了。阿舍氏啊，你所犯的罪业，也只有佛陀能够救度你，使你将来不受堕落地狱之苦。父王啊，父王，父王！阿舍氏王受到父亲的警策之后，果然来到佛陀面前，忏悔过去所造的种种罪业，并且在世尊慈悲开示之下，了解佛法，增长菩提善根，痛改前非。我在涅槃之前，还等待度阿舍氏王，这是因为过去生中阿舍氏王曾经发过菩提心，但是后来忘失，以这个因缘，我才想要度他，才度得了他。阿舍氏王曾供养73亿佛，各从诸佛常闻身法，其心不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后来阿舍氏王成为当时佛教的大护法，他极力提倡佛法，使全国百姓在佛法普照之下安居乐业。当佛灭度之后，500罗汉集结佛说，阿舍氏王为他们护法。摩诃迦叶于七叶窟结集经典时，阿舍氏王为大坛乐，供给一切资具。